伫咧台中成功岭陆军步兵302旅，有一个做一档义务，伊个阿兵哥昨暗爱休假，说敢若是烦恼感情未过，全的无转去营区，家己搁塞车转去到训练的处理。目前军警是已经甲伊带转去部队啊，军方嘛表示会甲伊处分限速自由，嘛搁加强辅导。白色轿车停伫咧营区外的超商，趁朋友落车食薰，驶着阿兵哥就甲车驶走，过程落雨感是去翕到。台中成功岭营区2日暗时发生部队新兵放假了无还营的事件，朋友发现随通知驶着阿兵哥的阿兄，由家属通报军方甲警察协助倒找。本属步兵3栋2旅赵姓新兵，昨天晚上在有人陪同下，驾驶家中车辆返营收假。但因突发性情绪问题，趁有人下车吸烟，独自驾车离去。陆军集分团表示，18岁驶着的二兵仔是1年的义务役，目前身份入营第7个礼拜。部队规定暗时9点就要还营，驶着阿兵哥是7点外到营区附近，煞因为情绪的问题，就塞车逃走。最后是暗时9点外伫森林大细徛家内底找到伊，27透早甲带转营区。初步调查，驶着阿兵哥是行无法度通过检测，有可证责心的状况。目前人员透过警方协询后，今天凌晨已经平安回到营区收假，后续有关惩罚和心理辅导部分，我们会按规定与机制来做。军方8岁驶着阿兵哥并无外口咧传的这物等问题，认定是过限无还营，也未到7日无还营的得兵标准。后续会照调查结果，加限速自由火格处分，卖加强官兵的心理咨询辅导措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